我係 Frankie， 咁咧就喺短暫護理中心咧服務咗2年幾啦。我其實就做義務工作咧，就已經有好耐歷史㗎啦。咁我係好中意做呢樣嘢，其中最主要嘅原因咧就話同社會保持聯繫啦，咁就可以學到啲嘢啦，又可以認識到新朋友啦咁樣。因為新冠肺炎咧就認識咗耆暉會，咁完咗嗰個打針之後咧，咁呢處咧亦都需要人幫手，因為當時如果有訪客嘅話咧，上嚟之前咧就要做一個簡單嘅篩選啊，啲問卷啊咁樣，咁我就協助做呢個工作咯。完咗嗰個新冠嘅程序之後咧，咁我就留低繼續幫嗰啲文書嘅工作咯。咁我係好中意耆暉會嘅，因為佢對義工呢個系統咧係好完善。咁由開始認識到真正可以做咧，咁佢哋都有一套嘅程序咧，冚唪唥做晒，咁就做得好安心咯。而且佢哋亦都係好歡迎同埋好照顧啲義工者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度係好開心。